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大家对一个老屋的印象是乜嘅呢？係唔係人哋咧老屋啊，像傳到佢拆起去生活一個方向呢？其實啊，老屋對大家來講可能有特別的意義，有可能希望佢一個形式，有可能希望佢後輩的故事。但係咧屏東啊，就有一位總太哥，佢就因為安尼，感覺講這個樓下的老屋對佢來講有深度的意義，拆起清毛彩，嗰時候啊，佢都想辦法。同一個老屋可以在獲得一個新鮮哦。不過一個老屋到底係做乜嘅呢？人哋今日呢特別邀請佢來到節目特別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馬上來叫分享人哋嘅總太哥吧。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對個內部嘅新北市要未來我喊到總專員。總太哥，調到分享嘅時間啦，喺聽唔講係來自內部嘅新北市，嗰種韓式都睇新北市。我前些時間都去台北嘅，我爸爸都大學畢業以後佢都喺個台北石頭路所以我在這啦，我哋哋全部都喺個台北長大，所以我差唔多喺個台北差唔多有20年嘅時間。不過總太哥唔喺台北生活，按叫好似咪係。特殊也周邊係人都現在歸到屏東來，也係講這個退休嘅某個人員將本現在歸到一個屏東來呢？其實我畢業大學畢業以後，我去個英國讀個碩士，去個倫敦，嘛看到青島嘅一個人講都市規劃還有個老屋保存一個做法。我開始做個工作，是投入以後呢，本來我做嘅事情都會拆個老屋嘅，起個新嘅屋嘅。差唔多我做嘅差唔多10公年，我公司都派我去越南。本來都感覺一個越南可能個都市嘅發展啊。差台灣差唔多20年，所以我本來都看到青島一個老屋嘅，老嘅沙期，嗰時間都青島全世界嘅公司去越南發展嘛，看到青島一個新嘅觀念，歸來台灣嘅時間，我都同我老闆講，我唔想過去工地嘅。做一個工地主任，我各種做一個沙期嘅事情，做一個老屋改造，慢慢我都轉過一個工作領域嚟。這個真是歸到一個屏東入咗來係乜嘅原因啊？差不多2年前，都退休嘅，我都歸來本來就處理嘅搞錯嘅一個都天數處理嘅土地嘅事情，我哋嘅牧人我哋嘅變成嘅一個零星嘅土地，本來嘅土地都真複雜，100年以上嘅，所以本來都真複雜，所以我都在一個新北市青島片，我都發覺講，用嘅嘅方法，以前嘅10年嘅時間都感覺真好。定過來看嘅時間都青島嘅違建都個屋嘅壞棄嘅嘛冇去整過，我都感覺真可惜，幾可惜。我都同我嘅阿哥見大家都參詳，講可以我哋做一個公司，有個土地盡量都過戶。到一個公司來，以後都有一個公司來處理。一個公司，除了這個處理土地嘅事情以外，但係可以做一些一個沙期嘅事情。因為大家大家出一些錢嘛，所以可以天數做一個沙期嘅發展。一個時間我都發覺講，那沙期地波毛有一些年輕嘅團隊，嗰種其實都唔啲咁樣用嚟做，用嚟同嘅政府嚟溝通，
或者是说怎么去取得资源，所以俺都同别人沟通一下，那都太假如做一些分工。啊，佢说几多屏东来开始喺做一条嘅事情，差唔多前喺119嘅呀。其实差不多1年的时间，俺去搞差不多1年的时间，但是要跟团队本身有差不多2-3个团队，佢哋是做清楚的。佢说唔係請你自家睇一個新北市做一條嘅事情，其實還有幾多無共樣嘅團隊、無共樣嘅人，佢哋為到一個共同嘅目的，然後就係想講來改造一個社區本社區更加好，有幾多嘅事情好做，或者幾多嘅大家問題啊。啊，唔過頭到按嚟講，其實我點樣係面對一件事情咧？唔看到按到講嘅吼無共樣嘅想法，喺人嘅經歷裡面啊，有幾多嘅落伍嘅嘛，吼，有見數幾多嘅落伍，有冇影響過層嘅特別嘅落伍嘅故事嗎？其實是青島啦，吼。某一天是某一天嘅客家嘅沙記。唔怕話，即就因為難得講有幾多嘅世界上嘅，也係講國外嘅無共嘅族群咧，落伍喺人嘅影響程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講英國嘅倫敦，都有青島一個老屋改造，甚至是一個社區的改造，不只是一棟房子。佢哋嘅做法都青島，唔過我有一個印象很深的，都是我記得是用個青苔嘅唔知乜嘅書羅書，係羅書誒，嗰是以前佢哋印度進貢誒，印度進貢給英國的這個女皇的佢哋都沙期喺發展，一個捷運愛做，佢哋都想講，呢兩個書可能要移走，佢哋都開青島一個公聽會，最後的結論是那2棵樹不移，是這個都市發展重新改過，捷運重新改線，留下嚟嘅2棵樹留在那裡，這個也個對我來講是青苔一個震撼。但係也嗰啲時間，我哋自己台灣都經濟發展嘛，乜嘅都可以犧牲嘛，我哋可以做各種嘅經濟發展，蓋工廠，蓋房子，這個保存這種樹或者植物或者是文化，這個事情看起來就會變成次要的事情。那個年紀的時候，其實看到這樣事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嗰所講對照之下啦，你自家剛剛講台灣同外國比較方嚟，好，喺時態嚟講，台灣應該都還係以發展為優先，其他都可以靠邊站嚟，甚至於講，人哋影響地度嗰度嘅落伍、落書嗰度嘅落東西，讀到一個都市發展啊，也講有新嘅建安嘅事情，其實大家喺睇咧上話都講，可以使咗冇都拆嘅嚟去，係咪啊？你自家看到更加啦，吼。人哋台灣有改變冇？有個想法，有個觀念有改變冇？其實是改變青島啦，嗬。本來我歸來嘅時間都好多讀到嘅美濃水庫。其實也是我們6堆嘛，對，美濃，他們其實那種就是對我們來說就是農民自覺啦，嗰時間可以同個政府嚟對話，這個很有勇氣，跟政策對話要有很有勇氣。那我都咁講，冇共用嘅，我以前都政府講去做嘛，嘅我都批衡嘛，點解都冇共用嘅？我可以為了保存自己的生活的環境，或者是保護蝴蝶，這樣子的事情都可以去跟既定的政策去抗爭，這個就已經很不一樣，那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嘛。所以這樣一直延續下來，其實台灣的改變是很大，就是慢慢就是以人為主，以文化為主為本的這樣子的觀念都慢慢在形成。因為社會嘅發展，人可能錯過幾多嘅東西，但係台灣還是有喺進步嘅，大家搶唔共用吼，在接觸新嘅想法之後，大家漸漸嘅都會改變高本事件，人哋漸漸喺改變。哇，觀眾朋友，原來總體個有這個安尼嘅經歷，真會想講轉過來自家家鄉來替自家嘅社區來做一些事情。不過佢做嘅事情同大家嘅想法有相同呢，也係講地方還有兩版嘅故事，唔好走開哦，CB 繼續來分享。
前面当个总太高来分享，其中嘛个上个转过来加强吼，做一条杀鸡养草、落户形成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做一条工作，既然做完那条的事情，其中又遇到那条的困难，还是家家来请教一下总太高吧。总太高，听到前面有讲到。几多阵来吼做一条的事情已经一段时间了嘛，你自家在讨论的时间，吼，这时间你自家有乜个想要将一个杀气也好，这个落下的落物也好，营造成那道的方式，那道的一个面向，我们想说打造一个梦想，能用样板来规划噶。一开始的时间都想讲安尼，但是都这个物嘅脏脏的，人家都出家用。过来都发觉讲安尼做，可能唔拉白，应该要看整体的一个社区，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战略，一个策略，应该讲一个策略。所以我哋嗰時間我都同嘅合夥嘅人都講，我哋公司應該要做一個事情，都可以用一個我哋當韌性城市。韧性城市按那个观念，永续城市按那个观念去看一个新北市的发展。一个韧性城市同个永续城市底部呢，有可以分差不多3个主题，一个路生态，一个路生产事业，一个路生活内容。所以有关于生活内容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俺都用一个老屋改造，来唤醒大家对这个过去生活的一些记忆。那这里面有2个，一个就是共同的认识的建筑，比如说鸿祥云杂货店，例如说这个昆学社，这些很漂亮的，大家都这个新北市人应该会觉得很在意的这种建筑物，这个的修复。那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这个万家香酱油这个企业，那董事长也非常干脆，就一次就支持我们，同意我们去做这些修复的规划工作。你能拜访机之后呢，能有现在讲一个要打草的，能用办去进行。第一个我都联络一个客委会，同个客家事务处，屏东的客家事务处。我哋都可以个费，开费嘅屏东县政府都给提供，我哋都用一个历史建筑的方式，去省墙，去省墙。也第一个，那第二都我哋附近还有很多伙房，我哋拜访青岛年，包括一个技师工业，还有青岛一个梯组，梯组有个青岛给所有权人。所以讲青岛边啦，一个提一个，所以个我哋都做一个明显的建筑，历史建筑。另外都一个伙房建筑，一个伙房建筑，没同个鸿祥云杂货店冇共用，我哋冇去神像一个历史建筑，所以讲伊个修复方式啊。都变得够有弹性，但是那个经费的来源就会不太一样。因为讲这种像个落伍嘅差不多点个条，因为已经要省抢历史的个建筑，因为就会受到一个文化资产、一个法律的保护，其都有相关的规定嘛。其他的冇的话，虽然讲资源冇按到，但係其装修的个弹性都会够多的。但係一个部分堂空咧，全部都係硬体的部分嘛。虽然讲硬体硬能装理好，其可能个线可能受到太大的反应。但是前面总太讲，自家有讲到啊，佢最重要係跟软體嘅部分，用軟體喚起大家對一條我哋以前傳統神法嘅印象，或者係神法嘅一個故事，唔能係用軟去發掘、去規劃嘅喏。一個本青島一個路線來討論一個事情。第一個路，我哋去請個豐田國小，豐田國小請2-3位老師，佢哋都請資深嘅人，有的都做本來都做文史調查的，有一些有1-2位呢，本來都做，比如講，比如一個客家藥草，或者是這些藍染，這些客家工藝，所以我哋請佢哋合作以後呢，我哋都想講，一個豐田國小可以做一個客家語言、客家工藝，
客家的这个甚至药草这些生活内容的一个提供者。而且呢，他们可以教一个生人的小学生来个那沙起，一个108课纲底部嘛，青岛一个鼓励学生社区参与嘛，这个是一部分天年路我们路做一个生态的部分我们感觉讲安尼地方本来都一个农村嘛，感觉以前的书的青岛。有个小动物昆虫嘛叫做真多，点解都看唔到可能一个果园用嘅农药，所以一个生态也不见了，所以我们都想讲可以用嘅闲置的农地，一加讲我们嘅货房地包可能会一些嘅空地，即点解都冇嘛嘅得用嘅。比如讲以前嘅紫竹的地方，我们都来种树的，做一个小型生态，所以按理都可以恢复一点生态的一些内容。刚才呢都引进一个日本的这个造林的工法，可以做一个小型的森林。这一个是比较高技术的部分。另外一个路，我们都做一个酿造文化。这个新北市本来都酿造挺丰富的一个沙体。以前我们可能我记得我们生年的时间可以有那个做豆腐啦，凤梨啦，青岛这些腌制客家腌制酿造的这些东西。顶间嘛有青岛青岛也可以做一个豆食谱的啦，做豆油的啦，青岛，所以我们都请佢合作都像一些，比如讲老人家，来天数我们做一个酿造，一方面都本给老人家有一些一个生活记忆的恢复，他们有些参与感。一方面，我们都做一个新北市的品牌，地方品牌，这是第二。第三面，我们都讲一个生活记忆恢复，包括同个三江国王庙，三江国王庙，我们想法就安尼，我们定家可以吸引青岛的观光客，冇简单啦，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我感觉最有影响力的路。吸引离乡的在地人，像我安尼的，我们用乜嘅做呢？比如讲玩福日，庙的庆典，冬至这些的活动。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这个一个三江国王庙、国王宫一个来做一起嘅祈福的事情。所以老每年归来的时间，可能是归来祭祖，扫墓。春节或者说这个探望老人家，所以归来的时间我要给国王宫拜拜，顺便祈福。那我们可以制作一些像刚刚那样子一些他们可能记忆中的一些生活产品，来拉这些人。那一到年呢，给他们愿意归来的时间可能下摆幾多帶幾個新人來，下擺都帶朋友來，安尼跟同心圓安尼一看安尼大家安尼歸來一個新北市。當然人對一個做法，人他們都建立一個關係人口，關係人口，所以講講起來是挺複雜啦不過我們是同步去進行，團隊裡面就各司其職，但目前大概是這樣。就像唔能見啊，就這一粒沙條，你去水底部會有一個漣漪擴散安尼嘅效果。참참係對核心中間佢是對一個地方上自家有熟識有一個印象嘅人，佢是참係擴散到冇熟識嘅人，因為看到怎麼嘅一條人會幾多也轉來，也講許多嘅片去參觀，大家都會有興趣，都想到更多嘅人來安尼。但係人進行一條嘅目的啊，像羅浮也好。做一條生態嘅算公園也好，你睇這行嘅時間，像一條地主啊，農人嘅地主也講羅浮嘅所有證，你同佢溝通嘅時間，有嗰種個擔心嘅，唔係講反對哦，佢個擔心嘅，佢
无同意讲一开始都讲，哎，俺土地这样呢去种树啦，也就俺用慢面，俺看唔到，俺会担心嘛。又拄到安尼，你哋无按呢，我用慢土去沟通啊。哦，安尼你的青岛，青岛，这个也个客家庄本来都比较保守啦哦。所以我哋提出一个新的想法的时间，本来其实都会感觉是不是有需要做这些改变？会担心嘛？会担心。所以我哋一开始咧做嘅时间都对切开方法开始做。可是说，当然我哋咧堂兄弟吼，我哋也个阿哥今年是比较支持啦，所以阻力比较小。当然佢哋嘛会想讲，按你做嘅以後用嘅，比如講回收啦，或者是說怎麼長期營運啦、管理啦，這些都需要一些費用，所以我哋都成立一個公司來做這些事。那對於其他的某一個公司，一個部分我哋都改一些一個老屋，一開始嘅時間唔係改一個貨房，唔係改一個三合院本身，因為底部都有應該嘅主堂，還會還有生發的東西。無方便人哋都安尼改都外國人都要來一個貨房來使用嘛，所以人都改一個變相啊，比如講以前吃租的時候地方一隻講以前去做倉庫的時候，講冇主要的一個生活空間啦，咁朋友原來做一個社區養草的工作，地位還有按道的學問呢，像總太個頭頭有分享嘅，見到按要萬一想到有條地主有條屋主，去同意見人做進行，甚至於講見人愛規劃要一步一步來按要萬一執行。當然呢，其實個落戶更加屋主同意嘅，見人做嘅東西，地位運用同人客，又有地位無窮嘅故事嘅哦，冇就佢繼續嚟同大家分享一個神奇嘅故事哦。歡迎大家回到節目底部，上一段啊，總太個今年終於得到一個地主屋主的同意，今年我來做事情咧。但係今年到底要做乜嘅事情？做乜嘅會選擇來做一個開書店呢？還是睇項目做乜嘅更加一個書店大家應該當啲實體嘅書店進書房來。做乜嘅會開書店？繼續來請教一下總太個吧。今年怎會同人哋講吧？總太個像我講嘅，更加人哋講實體嘅書店買書也到書店嘅。一直書房來，網絡上大家都買得到書啊，都看得到書。做乜嘅唔能有個好不容易得到有個屋主同意嘅，結果唔能想我來開書店嘅，行係講唔能開嘅書店，唔係一般嘅書店。嘛可以講有個書店唔係一般嘅書店。哎呦，唔過我哋同樣有買書，有交換書，就是交換書，交換二手書，也有賣新書，那也有辦一些活動。我哋一個想法上呢，我哋想一個書店應該是係一個文化工作站，社區的文化工作站，所以唔係都買書啊，所以我哋都辦活動，小旅行、讀書會，還有一些就是，比如說學生的實習，給人都。如果他們來一個社區做一個實習嘅時間，佢會來一個書店嘅，都有一個工作的地方，嘛可以2樓都可以，一個住宿嘅空間，跟住我哋書店嘅規劃。當然我哋嘅團隊用三四個人，佢冇共用嘅事情，書店嘅是我哋可以。有些是開餐廳，有些是開這個手工藝的工作室，都冇共用。咁人哋書店有幾個方向，第一個都市規劃，第二個都建築，第三個都客家文化，第四個都旅行，有一個事業方向。那當然呢，為什麼要選這些方向？第一個都因為我哋一個客家莊
一个伙房故事非常丰富。像俺那个竹筒街都有，I记得是第八届的6对客家大总理钟兆堂这算是我们的祖上。那还有就是同个这个江南村里面还有中发村，像钟兆堂他是参与代潮村的这个事件嘛，那这个中发村都会要跟乙未战争，乙未战争跟邱凤阳这个大总理恐吓的所以讲俺莫几了以前俺唔知，所以俺过去都看到一个匾额，伊是一个佛凤地堡一个文物不过俺都看唔到文件，冇乜嘅可以記錄嘅事情，青島路大家呢起了口述，那俺都感覺安尼真可惜俺都剛才都想講，剛才俺哋一個佛鳳都按到故事誒，也為按到佛鳳從這個清朝開始，皇帝給了這個名詞，按這麼豐富的這個歷史，所以俺都想講俺跟做一個書店誒，做一個二手書的交換，包括一個伙房底部一個族譜的交換，因為一個族譜底部青島事情。青島文獻的內容，俺哋都可以用一個蛛絲馬跡同青島一個學者，開始去做溝通。青島學者做一個6隊啦，做一個內部新北市，就是青島。唔過佢哋做內容某一天都俺哋也有佢嘅觀點，他的觀點，人類學或是觀點。可是有些內容跟我們真的是很有關係，所以我感覺我哋會同一個學者對話，我哋本身我對一個沙體有一些基本了解，不然就沒辦法對話。所以我哋想講一個書店嘅透過二手書交換可以取得很多。都我哋比如講我哋有一個風水師，他很可惜就是他剛剛過世，因為黃老先生記錄講到青島一個新北市的故事，記錄本來2本書，其實很寶貴。所以我感覺一個事情應該是可以做的，所以我都想講我哋開咖啡廳，可以其他的業種，某一天會本人一個信任感，或者是說這個人不容易走進來。可是書店它給人一種很平易近人的感覺，而且它很中性，而且它可以觸及的面向很多。像從泰國頭分享的，其實咱的書店的唔單止係賣書的，佢等於講佢係一個線同 Q 一個連接，佢係一個空間，也一個平台，大家可以交流新的書同 Q 的書，甚至於講佢變做佢免愛護嘅，佢還係有語料，唔講一個空間，還變做其他人的工作室，也講類片的時間可以交流休息討論的一個方式。一個安好的所在佢喺明日有開放嗎？我哋定價拜一到拜5嘅時間，我哋就預約制嘅。不過我哋會辦一個活動，比如講讀書會，還有像比如說現在規劃禮拜3是客家日，禮拜3來的時候，全天都要講客家話，漢字這樣子的活動。那開放的時間就是週末。你能過去嘅時間，譬如講能做讀書會啦，客家年啦，也都會發動，其實有對外開放嘅嘛。現在得到也都會諮詢啊。我哋點解臉書有一個臉書的粉絲專頁，我哋做一個全部社區一個沙企嘅粉絲專頁，那每一個團隊我們也替他們建各自的粉絲專頁。你能名我單用版去簽啦，因為你有幾多嘅人，我單嘛嘅關鍵字。我哋點解一個沙企嘅發展一個統一嘅一個粉絲專頁，他們都新北市裝散冊。新北市裝散冊。新北市裝散冊。我點解名他們都豐田？不過也係人都比較喜歡。他們都新北市，初下老一批嘅都講新北市，很多都講新北市，所以我哋用新北市裝散冊一個名嘅。大下路有34個一個
其他的粉丝专业，中爱人都大嘴鼓书店，其他都比如讲不凡创意工作室。种有嘅书店放落之后，某一天下一次其他嘅空间专做，就像总太哥讲嘅，有乜嘅pub 啦，也係講其他嘅餐廳啦，其他漸漸嘅就會出現，因為大家看到有嘅是唔是出來。啊，唔過我各有興趣講，頭班嘅人許多嘅可能像自家去搞了，模擬去做有嘅土壤，既然你能更加做有嘅沙棘洋葱，又開始講，有有嘅小旅行、小旅行嘅，你能到底有嘅小旅行，總太講，你能帶很樣板嘅方式，同大家分享一下冇？那啲小旅行都同頭講嘅一個韌性城市的規劃內容有點關係，同個產業有關嘅。比如講做調食譜嘅，做手工醬油嘅，做豆腐嘅，然後帶佢哋看一個新北市呀，以前都千豐富嘅一個釀造跟醃製文化的這個產業。安尼台灣的幾豐富咧，行程係一年的嗎？冇，俺定價規劃都半年嘅。半年，但係組合嘅啦，有可能根本嘅主題係頭先講嘅產業嘅，後半年，有可能係講人哋喺嚟看那個羅書羅貨嚟談故事嘅，也係半年。有可能有出現講嗰種季節限制嘅嘛，就是講萬福啦，特別嘅民俗嘅發通嘅時間，能特別會開啊，同嘅小旅行。係，我哋傾向做旅遊嘅。傾向。唔過我哋松山也我哋做第一百個小旅行。測試跟整合所以我哋是感覺嘅效果真好，效果真好。報名嘅人都真多都係高雄嘅人，唔係行人唔係行人，係高雄嘅可能外省嘅好多人所以我哋是感覺講安尼效果真好啊！佢哋看起來佢哋嘅小旅行嘅時間，佢嘛真有興趣。當年我哋是同個屏東大學做一些合作他們幫我們做了一些宣傳。那唔過我哋是咁講，參加嘅小旅行嘅人對我哋做一個事情，佢哋感覺真有興趣。尤其嘅北港，我哋都新北市定價我哋調查起來有19個北港，19個北港。剛才人都做一個明信片，做19個北港嘅明信片，佢哋可以用一個明信片寫佢哋基本嘅心情，咁人以後人都寄回去給他們。寄版本給人啦，古時候講更加愛去新北市搞了，就加上5年自家有做要條嘅事情，古時候大家可以先去名錄方，請人條到講嘅新北市總嘅善策，一個面書同人去聯絡了解下，更加會有乜嘅發通，可以去了解啊，也係講有特別有人數過多嘅話，可以請人去做規劃安尼嘛吼。安尼後市面嘅規劃吼，更加已經做到一片咧，後市面還有哪條即將會推出，也係講規劃要做嘅事情。希望啦，希望有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我們可以針對這個整體的都市規劃，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對話的機制。那天野路我們感覺一個老街上面還有一些閒置的空間，閒置空間，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拜訪地主，就陸續去取得。那天上面進中央路，我們感覺點解團隊數量不足？很多年輕人其實他們會來接觸，可是到真正就是進到這個社區裡面來，甚至來創業或者是來工作，我覺得這個還要一點時間。觀眾朋友，今日總睇個安尼分享啊，真是本來有一種期待呢。看到我哋自家嘅新北市中，又可以有木匠嘅方向，也係講木匠嘅面貌出現喺我哋嘅木造頭前。但係假使講自家觀眾朋友唔能看到今日嘅節目，有興趣想要了解一下總睇個今日做嘅事情，想要改造自家嘅家鄉，某一天可以來請總睇個今日來下新北市中交流一下，某一天有木匠嘅想法咯。今日再一次感謝總太哥哈，今日帶來安感動、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你哦。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歡迎大家來嘅新北市，來請我哋聊，謝謝。好咯，觀眾朋友，坐到更加有各位上音樂呢，出去聊之前，共用聽聽我哋先生來認同一下咯。
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